李亚甲雅各所生的女儿戴娜出去要见迄地的女主，迄地的主希未人哈末的后生示剑，看见伊就扭调伊，甲伊行银凌辱伊。示剑的心喜乱雅各的女儿戴娜喜爱这个女主，甜言蜜语地安慰伊。示剑对因老爸哈莫讲：“求你为我聘这个女主为某。”雅各听到示剑得有了伊的女儿戴娜，迄时伊的后生正甲军卒伫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因转来。示剑的老爸哈莫出来见雅各，要甲伊相议。雅各的后生听到这事，就为田野转来，人愤愤十分恼怒，因示剑伫以色列家做了歹事，甲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哈末甲因商议讲：“阮后生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，求恁将伊互我的后生为妻。恁甲阮彼此结亲，恁可以甲女儿互阮，也可以带阮的女儿。恁甲阮同大吧，即地拢伫恁面前，只管伫遮期待，做买卖记产业。”示剑对女儿的老爸甲兄弟讲：“但愿我伫恁眼前蒙恩，恁向我爱啥物，我必互恁。虽在向阮爱偌重的聘金甲礼物，我必照你所讲的互恁。只要甲女子互我为某。”雅各的后生因为示剑玷污了因的小妹戴娜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甲因老爸哈末，对因讲：“阮袂用意甲阮的小妹互无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迄是阮的见笑。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。若恁所有的男丁拢受割礼，甲阮同款，阮就甲女儿互恁，也带恁的女儿，阮便甲恁同大，两个成为同款的人民。即使恁无听从阮受割礼，阮就带着小妹走了。”哈末甲伊的后生示剑介意即个话。迄个少年人做这事并无延迟，因为伊喜爱雅各的女儿，伊伫因老爸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哈末甲伊后生示剑甲本城的门骹口，对本城的人讲：“这个人甲阮和睦，不如许可因伫即个地期待做买卖，即个地也开阔，足可容下因。咱可以带因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甲咱的女儿嫁互因。唯有一件事，咱必须做，因才肯应允甲咱同大，成为同款的人民，就是咱中间所有的男丁，拢爱受割礼，甲因同款。因的军卒、货财，甲一切的牲口，岂无拢归咱吗？只要依从因，因就甲咱同大。反对城门出入的人，就拢听从哈末甲因后生示剑的话，只是反对城门出入的男丁，拢受了割礼。到第三天，众人当咧探听的时阵，雅各的两个后生，就是戴娜的哥哥示勉甲利未，各摕刀剑，趁着众人想袂到的时阵，来到城中，甲一切男丁拢杀了，佮用刀杀了哈末甲伊的后生示剑，甲戴娜为示剑厝内带出来，
就走了。雅各的后生因为因的小妹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迄个被抬的人迄边掳掠迄城，夺了因的羊群、牛群、甲驴，并城内田里所有的，佮甲因一切货财、囡仔、妇人人，并各房中所有的，拢掳掠去了。雅各对西面甲利未讲：恁连累我，互我伫即地的居民中，就是伫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因就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甲全家的人拢必灭绝。因讲伊岂可待阮的小妹如同妓女呢？